我而家隔咗10幾20年，我先至知道個真相係咁殘酷㗎。有啲網友睇咗喊，我覺得高考係好難，但係我冇諗到係咁難。以前會責怪自己，唉，高考考唔到，覺得自己好對唔住爸爸媽媽點咁。但係其實真係唔係呢啲細路仔嘅錯嚟嘅，呢個係一個社會嘅唔公平嘅一個體驗嚟嘅。喺高考資源呢方面係有缺失啊！廣東係經濟第一大省，好多時候都會覺得自己好引以為傲，係咪啊？咁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廣東人都有好慘嘅一面，就係高考。點解嘅？嗱，俾你睇下呢幅圖。13年以嚟，高考人數萬為單位，107萬。呢個係2024年。係呢個係舊年嘅啫。高考嘅人越嚟越多啦，咁係多到咩程度咧？其實我哋成日都笑河南省內卷啊，北方人除咗考公務員，除咗高考就揾唔到第二條出路啦。所以啲人又好卷公務員，好卷高考嘅。咁啊成日都笑河南有個咩衡水模式，然之後搬咗衡水模式嗰條僆仔出嚟，和命由我不由天，然之後就走咗去賣二手車啊嘛。有冇諗過其實我哋係高考第2大省嚟嘅？高考人數啊嘛，唔單止人數，係無論佢係競爭又好，人數又好，都係第2嘅。而且你有冇諗過，廣東因為佢係沿海地區，經濟富裕，所以連續7年都係攞嗰個生育率嘅冠軍啊！又有好多嘅外來嘅人口啦，廣東嘅人口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，馬上就要超越河南啦，成為全國第1大高考大省。咁但係你話，冇乜嘢啫，其實高考咁你廣東都好多大學，咁但係多唔到去邊嘅喎，因為人多，但係啲學校嚟嚟去去係嗰幾間，係咪啊？教授都係得咁多嘅啫，即係叫做係教育資源有限，學校冇增加到，但係你學生考嘅人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。咁競爭會激烈咯，競爭會激烈嘅話就越嚟越內卷咯。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近幾年報考高考嘅學生，你會好慘。按照而家嘅情況嚟睇啊，河南想考間好嘅大學係好難，地獄模式。廣東同埋河南考211嘅概率都係3%嘅啫，即係大家都係地獄模式，知唔知啊？嗱，俾個數據俾你啊，最新嘅清華北大全廣東省收355個人，深圳同埋廣州已經佔咗200人啦。即係其他地方全部分過155個，咁但係呢個都仲唔止喎。雲浮啊、潮州啊、陽江啊、汕尾啊呢幾個地方咧，得1個嘅啫，一個試得1個考到，但係咧已經係最平均嘅一年啦。嗱，你睇落去哇，喺深圳同埋廣州咁多，呢個就貼住個地底，但係已經係最平均啦。往年仲出現過頭先嗰4個試夾埋1個都考唔到噶，都有噶。哇，係，所以地獄都分好多層。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喺廣東嘅非珠三角地區嘅人，你去考高考，你係比登天仲要難。即係考到好學校係嘛？本嚟就已經好卷，即係你喺珠三角嗰地區，學生又卷，老師又卷，而且咧有好多新嘅移民嚟廣東噶嘛，有啲外省又爭埋一份。我其實深同感受，我都會覺得我哋嗰陣都會有咁嘅感覺噶。再將心比心，而家比起我哋嗰陣仲要更加難。而家係地獄模式中嘅地獄模式啊！而且咧喺非珠三角地區嗰啲學生咧，其實唔係話個個都諗去大學讀書嘅，可能有1/10嘅人去大學讀書啦。咁但係其他人其實都係連諗都唔夠膽諗。咁所以我而家諗翻起咧，以前我啲大學同學喺潮汕過嚟嗰啲咧，我覺得佢哋好刻苦啊。今時今日我再睇翻，其實係好感觸嘅。係啊，2023年嗰陣就已經有爆出嚟咧，就話好多學生家長咧知道，譬如話有啲地方好似係甘肅啊、寧夏啊、內蒙古啊，甚至西藏啊嗰啲地方，嗰啲真係老師都唔多過嗰啲地方，大家分配都係差唔多嘅情況下，如果你高考移民，即係譬如話你喺呢邊有好嘅老師教咗你好嘅方法學習，喺呢邊成績平平嘅啫，你去到嗰啲落後嘅地區去高考咧，有個咩好處咧？大家都唔會話捲得好犀利，做咁多試題，變咗我努力少少，比以前多1倍嘅時間去學習，咁你出嚟嘅效果就已經係好好嘅啦。即係立竿見影係嘛？係啊，因為大家都好水皮嘅情況下，你本嚟就已經喺呢邊受過良好嘅教育，你只要努力一下，嗰個努力係體現到出嚟喺個結果嗰度嘅。咁但係喺廣東咧就冇計啦，大家都有好嘅老師，有好嘅學校資源，嗰啲學校競爭又激烈，咁就變咗，即係你個學生如果想再努力一啲，其實你都已經扯盡晒自己啦，已經再冇提升空間，所以嗰啲學生係唞唔到氣之中咧，又冇好嘅結果反饋俾你。係咯，咁好打擊。咁你其實你點打個細路，你都冇計嘅，知唔知啊？如果你企翻喺我呢個角度去諗咧，你係會好理解考得麻麻地。即係如果你喺地理區域諗到高考移民咧，你其實已經係好着數，你根本就用唔着去諗嗰啲體育係加幾多分，你去嗰啲即係老師都唔肯去嗰啲鳥不拉屎嘅地方，人哋真係書都唔多本噶，同你講，你仲想話一日印試卷俾你做？冇噶，喺咁嘅情況，咁你咪好大優勢咯。講完18層地獄之後咧，我俾你聽下天堂點啊！
天堂咧就係即係譬如話黑龍江省啊，而家高考咧212分就可以上二本啊。咁即係你想考個本科咧，你語數英合格，然之後其他科全部考0分，你都可以上到二本啊。咁低啊！即係點解咧？係因為黑龍江咧係全國人口數量減少最多嘅省份，2010至2020年呢10年入面減少咗有600幾萬人，成個東三省減少咗1000幾萬，即係啲人唔想留喺東三省啊。太凍啦嘛，凍不但止，嗰邊有好多唔好嘅嘢啦。不過呢度啊唔講地圖炮啦。潮汕嗰啲兄弟啊，你真係好想讀大學讀本科咧，其實都唔係冇辦法嘅。